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治的第161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61天，同时也是穆吉塔巴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61天，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稍微缓和同步的一同发生的是伊朗内部的斗争这个声音大了起来。这个声音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了国内很多主流媒体都开始报道，所以它就已经不是咱们自媒体在这儿天天夸大天天在这儿唯恐这个伊朗不乱实际上国内的很多媒体都开始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先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根据新华社新华网CCTV 报道，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是吧，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这回特朗普居然严谨起来了说也不能说是正式就达成了，那意思就是说对吧，还在谈。你不能说他这回满嘴跑火车了吧？他说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就这意思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我们控制，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了军火供应问题因为现在网上一些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说，特朗普这次为什么不打伊朗呢？是因为美国没有军火了，弹药库空了，子弹上膛是假的，就没有子弹，就这意思爱国者导弹也不够，海马斯那个火箭弹那个导弹也不够陆军战术导弹呢。据说这美国媒体报道的，说这个海格萨斯一上来就发射了1300枚，就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就那玩意以前这个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非常不错的但是在乌克兰战场上不是海马斯火箭弹是那个陆军战术导弹，给乌克兰呢是打300公里的，但是美军自己它各种型号都有，它有增程版能打400公里500公里的，给乌克兰是只能打300公里的，在乌克兰表现非常好，但是他给的不多那赫斯一上来据说在这个伊朗这个几十天的轰炸里面就用掉了1300枚，已经清空了但是这都是美国媒体报道的，爱国者也缺，我也缺，各种导弹都缺，精确制导弹药都缺。针对这个特朗普说我们目前状态良好，我们有无限供应，但我们总是希望有更多弹药，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物资储备，如果需要我们会主动领取。怎么解读呢？也就是特朗普他也承认了弹药恐怕也不足，就是部分的承认了他说我们总是希望有更多弹药，那意思就是那肯定还是不足呗，希望储备更多，只能这么理解他说国防公司正在我国历史上建设数量最多的工厂，泄露这些叛国言论的泄密者正在被追捕，我们将寻求判处长期监禁。那你说这个怎么能叫泄密呢？如果是假的，对不对？你美国就不缺弹药，那这就不叫泄密，那这叫谣言造谣，是不是结果特朗普说你这是泄密，那就说明人家说对了，是不是那你这美国就是缺弹药，所以说特朗普自己在这儿也在画蛇添足所以说就是相当于间接的承认了美国弹药某些弹药恐怕真是缺。此前美国媒体援引消息的话报道称弹药的短缺，尤其是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那也相当于特朗普也是部分的承认了。这个央视报道他说伊朗会议议会主持人叫阿巴斯·古达尔6日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
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他这个说法也对因为反正是伊朗跟阿曼谈，阿曼在向美国请示，大概就这意思反正我不跟你美国直接谈，这叫掩耳盗铃叫自欺人呐。而这个特朗普他还说本届政府曾经把油价压得很低，在很多地方油价降到了人们多年未见的最低水平。特朗普称，只要对伊朗的战争一结束，我们很快就能再次看到那样的日子。我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不认为伊朗能撑太久。那么关于伊朗和阿曼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是什么内容呢？有媒体已经报道了我们看看这个新华社怎么说的新华社报道的是伊朗叫法尔斯通讯社它是转载的法尔斯通讯社6日报道说，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那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你们是敌对国家，不要从我这过，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那就是指的是欧盟呗。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的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成该方案，也就是审查这个议案而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达成一项不收费的临时协议框架。两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中东外交官表示，阿曼已同意与伊朗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暂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位伊朗政府官员称该协议将通过允许商船经由伊朗控制的航线进入波斯湾，再由阿曼控制的航线驶出，来建立新的航运通道。据该伊朗官员称该协议不包括向寻求安全通过水道的商船收取通行费。该提案是一项临时协议，将为华盛顿和德黑兰宣布新的停火并重启核谈判奠定基础。据伊朗官员称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和美国将参与协议的正式宣布。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安排已获得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认可。官员们尚未透露协议将于何时宣布，不过美国是否会支持该海峡管理协议将取决于最终细节。所以特朗普说目前还不能说已经达成了，也就是特朗普对这个协议还是不满意的。一位美国官员称华盛顿方面仅支持一项在无障碍、不收费前提下重新开放海峡的临时协议。4名行业消息人士说伊朗与阿曼拟议中的一项协议将赋予伊朗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的船只控制权，但由于美国制裁以及针对任何付款的限制性保险条款，该协议难以实施。任何收费措施都会带来重大的合规问题，因为美国已对伊朗负责运营该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还禁止美国人员接受伊朗政府提供的与保障安全通行相关的服务。行业消息人士表示任何付款行为都可能导致资产被冻结。另一个复杂因素是，核设市场协会7月底引入了一项供战争承保方使用的条款。根据该条款如果船只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支付过境费、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其保险保障将被终止。一名保险行业消息人士表示，航运公司正陷入两难局面，因为劳合社市场协会的条款禁止保险公司为支付费用的船东提供保障，而伊朗则希望收取通行费
说来说去就是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这儿还没有达成最终的共识，伊朗还是想收费，而美国是不可能让他收费，就这意思。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啊，朗子只要有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也就是跟战前不一样了，是吧？战前他没有管理权，现在他有了管理权，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不管这个权力是大还是小，那都是特朗普的失败，因为朗子就可以以此为基点，是吧？再往前推进啊，得寸进尺啊，最终是要实现收费的。所以按照伊朗和阿曼的这个协议框架啊，实际上就是颠覆了此前60年的航道规则，意味着伊朗的航运管理权、收费权、执法权都得到了潜在的加强。以往啊，商船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走的阿曼一侧的国际航道，就是2月28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怎么通行啊？那人家都是走的是阿曼那一侧，就不往伊朗那儿走，伊朗也想收钱，想管不着，他也不能为此就打阿曼，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动手啊，还没撕破脸，所以国际这个油轮呢都走阿曼那一侧。而新的协议呢，他要求这个油轮啊，你走阿曼那一侧的时候，你还有一段必须要走伊朗。你看他就可以玩这种游戏啊，就是说你出霍尔木兹海峡，你装了满满的这个原油，你不是全程走阿曼那一侧，你有一段还走伊朗这儿，然后你再，对吧？往南开到这个阿曼的那个海盗，然后从阿曼那儿出去，也就非得有一节你要从我这儿走，就得从伊朗这儿走，那伊朗以后他就有权利收费。所以说啊，这个你怎么谈判，实际上都是伊朗人占便宜。但是呢，这个特朗普啊，美国人恐怕也是，门清啊，就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这个框架协议强调2到4个月的航道有效期，也就是它这个是个临时协议，2到4个月。那这么一算，不就是中期选举之前吗？2到4个月吗？这里面有几层意思啊？为什么搞个2到4个月呢？实际上，第一个，你这新的航道确实也需要磨合，对吧？那商船怎么走啊？怎么管理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完善，对吧？因为这是新的想法嘛，这第一个啊，这也是客观条件。第二个呢，那就大家都清楚，伊朗和美国都知道，时间窗口就是美国中期选举这之前，也就是2到4个月，也就是大家都认可，一旦特朗普完成了中期选举，你不管特朗普是赢还是输，他都有了时间，有了这个条件来专门解决伊朗的事情。你说他缺武器，那他这4个月补充武器也差不多了。你说他投鼠忌器，人家中期选举已经答案揭晓了，所以那个时候恐怕就是对伊朗啊又要大打出手的时候。所以这个伊朗也清楚啊，所以搞个2到4个月。那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伊朗以前是一直不承认在跟美国人谈判，到今天他也不承认。但是啊，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实际上伊朗人也就是间接的承认，还要是跟美国去谈判，还要回到那个美国谅解备忘录啊之下也继续谈，否则的话，美国的对伊朗的封锁，那伊朗受不了啊。我们在讨论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以色列。你看到现在为止，以色列的还没有上台，而以色列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以色列他动不动他就打那个黎巴嫩真主党，打了黎巴嫩真主党，那就是打了伊朗的小弟。伊朗是要求啊全面停火，就是说你不能打我的这个代理人。那人家以色列就拿着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说事，你不让打他偏要打，以此来影响是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谈判走向。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已经放话了啊，他说啊，管他美国和伊朗达成什么协议，他说我们照样会打击伊朗，无论是否达成协议，我们都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我们安全和未来。也就是以色列说了，我的安全和未来不是系在你美国人身上啊，只要伊朗人有那个迹象要搞核武器，我就上去打了，就这意思啊。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如果有必要，以色列将自行采取行动，就以色列自己去打了。而以色列的能源部长埃利科恩说啊，他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果伊朗采取行动恢复其核计划或推进其弹道导弹计划，我们将采取行动。他说的更清楚了啊，伊朗只要继续搞弹道导弹，他都要打。
他说我们不会遵守任何不能完全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协议。我们正努力确保在未来3到4年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威胁将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这些迹象都表明啊，特朗普现在还是为了他的中期选举啊。按照特朗普自己承认的，对吧？他委婉的承认了，间接承认。那目前的局面，那美国肯定是缺少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所以难以重启战火，所以他也只能放任啊，或者乐见阿曼和卡塔尔啊这些国家跟伊朗谈判，耽误时间，就闲扯淡，消耗时间嘛，以及就拖延时间。而伊朗呢，也是被美军封锁，经济那是相当的窘迫，同样也是进退维谷，只好啊不断挑衅，试图抬高油价，迫使特朗普放弃。而根据伊朗情报机构宣称啊，他说叙利亚的 ISIS 基地组织、库尔德人和伊拉克地区民兵正试图在特朗普提议临时停火之际，地面进攻伊朗西部。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全力准备地区代理武装，进行对伊朗的地面入侵，这也是算给伊朗的一个压力吧。然后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啊，他说一名沙特高级官员话称啊，根据沙特、美国和中东地区伙伴获得的情报，沙特正为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发起的协同袭击做准备。也就是伊朗啊，在支持这个伊拉克就什叶派民兵还有胡塞武装，准备要偷袭沙特。那么沙特现在做准备要先发制人，就这意思啊。该计划涉及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协调，可能包括从南北两线同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该官员表示啊，疑似目标主要是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港口和机场。而沙特已监测到伊拉克民兵武装人员、胡塞武装人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之间的会面以及武器的调动迹象。根据也门的消息啊，证实在也门的萨那以西啊，一处胡塞武装的秘密武器仓库发生剧烈爆炸。该仓库主要是用来接收伊朗的炸弹和这个火箭弹还有导弹。根据媒体报道啊，胡塞武装领导人四处逃窜，30名恐怖分子被其自身的伊朗炸弹炸成了粉末。也门消息来源证实，近30名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被击毙或受伤，同时伊朗提供的全部导弹和爆炸物库存被焚毁。这个十有八九又是沙特人干的啊，把伊朗啊援助给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些导弹弹药，把它找到了，给他不知道怎么给他炸了啊。8月6日，伊朗正对海湾国家开展协同外交施压，向其发出明确警告啊，就是昨天啊，说除非这些国家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打击伊朗，转而寻求谈判结束战争，否则伊朗将打击他们的石油、电力以及供水设施。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啊，这份警告涉及的打击目标包括美国、阿拉伯盟友境内的能源设施、油田、炼油厂、电网、供水基建、交通网络以及其他关键战略资产。消息人士表示啊，7月28日，特朗普扬言要打击伊朗能源网络及基础设施之后啊，伊朗通过多轮高层外交沟通传递上述信号。伊朗通过制造海湾地区严重经济动荡的可能性，以威慑美国不要再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那考虑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不够，那很有可能啊，特朗普因为这个收手了，因为王爷国受不了啊。刚才说了啊，伊朗内部啊这种激烈的内斗，而且现在内斗已经直接就到了总统佩泽西奇扬与领袖穆杰塔巴之间。不管哪一方在放风啊，反正是媒体都在报道，伊朗国内的媒体也在报道。所以他这个矛盾已经是公开化、表面化。那咱们这边呢，对吧？这个封面新闻报道说，伊朗总统说啊，目前与最高领袖联络困难，穆杰塔巴决策过程遭人利用。什么意思啊？根据央视新闻啊，伊朗方面5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啊，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是央视报道的啊。你看看，央视已经把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不满
对吧？对穆杰塔巴的不满已经公之于众，那你说明什么？哎，有人说了，那他没有说穆杰塔巴呀，他们俩也没有矛盾呢。实际上，这就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啊，对穆杰塔巴的意见。因为穆杰塔巴的他的决策过程不透明，他到现在不现身，没有，对吧？没有声音，没有图像，音信全无，人间蒸发，连佩泽西奇扬想见他都见不到，都被带到一个黑色的小面包车里面会面，会面完了之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那么，所以佩泽西奇扬说啊，就这种决策过程被伊朗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制造分歧。那你表面上啊，佩泽西奇扬是在批评伊朗的别有用心的人，实际上他是在批评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你这对吧？没有必要啊！你看我不也是到处跑吗？你怕什么呢？是吧？既然你当了领袖，你不怕牺牲啊？然后你对吧？当然安保需要，你没必要搞成这样。谁也见不着啊，那必须咱还得开会，对不对？还得汇报，结果见不到你，你的指示怎么出来呢？那你这个过程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制造矛盾。所以说啊，佩泽西奇扬实际上就是在批评穆吉塔巴，虽然他没有说穆吉塔巴啊，这是央视报道是吧？虽然他没有搞得绘声绘色，但是实际上已经委婉的，对吧？指出了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已经，对吧？有这种气，已经有裂痕。但是这个大家知道，这是正义联盟，对吧？这个内部他不能打横炮啊，不能唱空啊。但是美西方的媒体就不一样了啊，就大肆渲染了。你看啊，福克斯新闻8月4号报道，他说啊，一位伊朗问题专家表示，伊朗各派别越来越多的援引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权威来攻击对手，维护自身地位。尽管人们仍然质疑他是否在积极治理国家，说伊朗已乱，最高领袖被曝已死或成植物人，就是烧焦的植物人呐。各派争相借名夺权，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各派都说我有衣带诏，这个汉献帝也喜欢搞衣带诏啊，动不动就让皇后给谁带信，对吧？让太监送信出去，就是衣带诏啊。最后搞得血雨腥风啊。看着这个穆吉塔巴好像也喜欢搞衣带诏。伊朗国际报发表的2篇报道，揭露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新任最高领袖之间的关系，也暴露了伊朗内部的斗争。在第一份报告中，与哈梅内伊家族有姻亲关系的资深神职人员穆罕默德·巴格尔·哈拉奇声称，佩泽西奇扬曾多次威胁要辞职，并警告说啊，他的下一次辞职将会被接受，也就不要老拿辞职来要挟我们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你再要辞职就同意了，如果他再辞职一次，我会批准的。哈拉奇援引哈梅内伊的话说啊，而佩泽西奇扬的办公室强烈否认了这一说法。总统通讯和信息副手麦赫迪·塔巴伊称这一指控毫无根据，纯属谎言。而另一位总统顾问则表示，哈拉奇与最高领袖没有任何接触，而且众所周知，他经常讲一些离奇的故事。几个小时后，伊朗国际报发表了第2篇报道，声称佩泽西奇扬只在德黑兰一个未公开的地点，在一辆车窗贴有深色车模的汽车里见过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一次。该媒体援引匿名消息人的话称啊，会面持续了几分钟，两人无法互相看到对方。佩泽西奇扬也被禁止与哈梅内伊握手。报道称，总统后来质疑他听到的声音是否真的来自最高领袖，也就是对面有人说话不知道是谁，看不清啊，互相都看不清，也不能触碰，不能握手。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些说法尚未得到独立证实。佩泽西奇扬此前曾公开描述过一次截然不同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自己说的啊，称他与哈梅内伊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相处了大约半个小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对核能联盟研究主任卡斯拉阿拉比表示啊，他说围绕佩泽西奇扬和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互相竞争的说法，反映了他所描述的伊斯兰寡头黑手党体系内部更深层次的斗争。阿拉比表示啊，在阿里哈梅内伊时期，就是老哈梅内伊时期啊，最高领袖扮演着该体系的教父角色，在相互敌对的伊斯兰派系之间进行调解，并确保他们获得的权利和资金。
他的下台造成了权力真空，而任命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真空。但这位新任最高领袖长期未公开露面，使得各派系对实际掌权者感到困惑。这种黑手党体系的本质就是建立在教父之上。阿拉比说如果教父缺席，无论是由于严重丧失能力，还是根本不存在，那么这种权力真空就会在各个伊斯兰家族之间重新出现。阿拉比表示这些派别之间的主要分歧并非源于意识形态。他说他们之间的竞争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赤裸裸的权力和经济利益之争。阿拉比表示，在这种环境下，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名字已成为一个政治工具。相互竞争的派别可以援引他的名字来使自己合法化，限制竞争对手，或为那些真正来源不明的决定辩护。塔巴的名字是维系这个体系的粘合剂。阿拉比说每个氏族都援引他的名字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使自身地位合法化，那就是一代诏嘛，一代诏对吧？汉献帝之命，征讨曹操，曹贼并巩固自身在这个脆弱体系中的地位。流亡的伊朗记者麦赫迪·加迪米将辞职传闻描述为改革派政府反复使用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熟悉的循环。加迪米说他说每当他们觉得自己对最高领袖的利用价值消失时，他们就开始散布辞职谣言，试图在被边缘化之前博取公众同情，改善自身形象。加迪米表示在穆罕默德·哈塔米和哈桑·鲁哈尼两位前总统执政的最后几年，也曾出现过类似谣言。他认为，即使总统办公室正式否认，一些如改革派结盟的媒体渠道也常常继续散布辞职传闻，这使得一些官员日后有机会把自己塑造成挑战最高领袖的形象。穆吉塔巴的地位，加迪米比阿拉比走得更远。他说他不相信有一个叫穆吉塔巴的正常人能够思考、做决定和说话。他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被维持着一种极其不稳定且严重恶化的生命状态。加迪米说就是烧焦的植物人呗。阿拉比表示这两份报告恰恰说明了这种动态。一位反对或佩泽西奇扬不结盟的宗教人士援引穆吉塔巴的权威，声称佩泽西奇扬下一次辞职将被接收，以此削弱总统的权力。而佩泽西奇扬身边的人士则反驳说总统曾直接会见了最高领袖。根据伊朗国际报道，自其父继任以来，穆吉塔巴从未在任何公开发布的视频或音频记录中露面。伊朗官员对政府高层人士与他会面的频率说法不一。阿拉比警告说如果哈梅内伊就是穆吉塔巴继续不在公众视野中出现，那么他的名字作为权威来源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某人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你不可能一直使用他的名字。阿拉比说穆吉塔巴失踪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会质疑他是否还活着，或是否具备行为能力。一旦这种疑虑加深，你就会看到内部斗争加剧。没错最高领袖要经常展示自己的身体很强壮，没事对吧？去游泳去恒河，那都是为了展示自己身体很好。你们这些对吧阴谋派，你们这些反对派，你不要想妄图趁着我身体不好犯糊涂，想抢班夺权。你看我这护恒河，所以你要这么一对比的话，还有这个地保老人嘛，对吧？地保老人为什么每次都要开飞机对吧？开汽车然后去健身然后去对吧？跟小朋友练练跆拳道什么之类的，他不就是也是为了展示自己虽然70多了，但是我身体好得很呢。你们这些阴谋家别想着对吧？趁机抢班夺权，这个都是为了加强他的权势，巩固他的权势。那照这个思路来说那穆吉塔巴他对吧5个月不露面，让人怀疑他身体是不是还行，这个是不利于他威权对吧？不利于他统治的。那反过来说，就是他这么长时间不露面，那肯定是有可能就露不了面了，人已经不行了，不是不想露，是露不了，或者死了，对吧？但凡他能动，就是有人要谋杀他，他也要出来露面。
那他一辈子不出来吗？你想啊，即便他跟美国达成协议，好了，特朗普不就是撤兵，那你以色列呢？以色列照样会暗杀他，你怎么防？那你准备躲一辈子是吗？所以说啊，这些疑问加到一起啊，就足够使人怀疑这个穆吉塔巴那到底还在不在人世，或者是他到底健康状况是吧？是不是泡在一个药罐子里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啊，随着穆吉塔巴他不露面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伊朗的这个内斗是吧，就越来越激烈，直到翻车的那一天。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